工傷就係工作期間受傷啦，要係有一個意外成分，我係預計唔到會咁樣做嘅，我冇預謀嘅，預計唔到會係受傷嘅。第二樣嘢就係我係執行緊公司嘅工作指令。第三，我哋係有呢個僱傭關係。要符合呢3個條件，呢度先係工傷嚟嘅。係啦，好啦，咁跟住啦，呢度就講下啦。工傷如果翻唔到工，我哋係攞呢個4/5人工嘅。係啦，僱主咧就要按期出糧。咁我哋呢個工傷嘅4/5賠償亦都叫做按期付款。係啦，咁咧就另外有醫藥費，醫藥費咧而家已經加到去每日500蚊㗎啦。係啦，每日最多可以 claim 500蚊。係啦。咁咧就工傷咧就最多可以攞24個月糧嘅。咁如果你覺得我2年24個月已經反映唔到我傷勢啦，我仲係傷緊，我仲有病假喎，你仲可以去法院申請多1年，即係 total 總共3年嘅工傷病假錢。